再来看罗东运动公园，连接宜兰运动公园的双园区自行车道哦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这个车道完工才3档尔，也毋过哦，车道路边就坎坎坷坷，嘛造成有民众骑车也是讲走标的时阵滑倒。民代嘛质疑讲哦，已经有甲县政府反映过，也毋过速度无改善。落差都是10公分啊。提杯车牛路边落差达到10公分，连接罗东运动公园甲宜兰运动公园的双园区自行车道，最近互民众发现完工才3年，道路路面煞出现关节落差，还被少跑友车友摔着伤。晚上好才傍晚就跌倒，真的后来跟里长讲，后来讲的话，他就才踩黑。路面出现落差的地点，都伫自行车专用桥边。民众透过里长反映了后，围观车道的宜兰县政府随伫现场放塑胶笋，高大告示提醒民众路面落差的设置。不过民代指期问题已经存在真久，县府甲打无改善，根本行政代办佫较烦恼自行车专用桥，结果安全有问题。那2个礼拜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赶快尽快的来修复施工？高低差的部分，我们会尽快派人去把它避免民众摔倒。双园区自行车道是宜兰县政府争取前瞻预算，建置2座自行车道换过桥梁。县府表示，首相评估了后，发现落差出现的点是伫桥梁甲北面车道之间的春桥旁出现落差，可能是因为地动等因素。桥梁结构无问题，另外路面落差，县政府会尽速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